哼，战胜穆桂英，真是出了一口恶气。但是，一想到几万人马被他吃掉，我就气得发抖。萧元帅，你这一仗所用的阵法甚高，末将知道你摸清了穆桂英的用兵规律，以后我们会百战不殆。大伙说的对，本帅绞尽脑汁，才摸透了他用兵的特点。正像哈将军所说，从即日起，我们每战必胜。必胜！宋军短期内不会与我们交战，可我们要乘胜追击。从明日起，我们到三关挑战，他们不战，我们就趁机攻城。来，为我们即将的胜利干杯！干！报！萧元帅，穆桂英差人送来战书。你说什么？送信的人就在帐外。他不是来挑战的，他是来刺杀本帅的。极有可能。有没有检查使者身上有没有带暗器？检查过了，没有。宣他进来。是。走。萧元帅，穆元帅派我给您送来了战书。本帅想在3日之后在草原与你决一雌雄。如果你有胆量，就率兵前来；不敢就乖乖退兵。大胆，竟敢侮辱我们萧元帅！推出去砍了！砍了！砍！你告诉穆元帅，本帅应战。萧元帅，告辞。萧元帅，穆桂英一定是被人打晕了头啊！哎呀，他真是来送死啊！你们低估穆桂英了。你们想一想，从古至今，哪有战败后主动挑战的？穆桂英竟敢挑战，证明他胸有成竹。不错，本帅对他的用兵之道确实了解。可本帅的用兵之道，也不再是什么秘密呀。圣上，虽说穆桂英2胜1负，收复了不少失地和城池，但是微臣以为这是我军由胜转败的开始。臣不想扫皇上的兴，但是微臣不得不说，穆桂英的长处已被萧天佐掌握，前景不容乐观。圣上，臣以为也是。本来穆桂英的实力就不及呼延赞，侥幸取胜。这次他败给萧天佐，也不足为奇。双方交战，胜败乃兵家常事。为什么穆桂英败一仗，就引来如此的谬论？八王爷，恕臣直言，2位大臣刚刚说的句句是肺腑之言。穆桂英正在和萧天佐对阵，必败无疑。以微臣之见，圣上应马上任命佘太君杨延昭为副帅，协助穆桂英。名为协助，实为束缚。说束缚也不为过，事到如今，只能如此。报！圣上，前方传来军事急件。呈上来。穆桂英禀报，3日后和萧天佐决战。这圣上，请速速下旨阻止穆桂英决战，定会全军覆没呀！圣上，穆桂英此举甚是狂妄，刚刚兵败，却要决战，实乃逞匹夫之勇。是啊，圣上，请速速阻止穆桂英。圣上，请速下决断，不然大宋江山危在旦夕呀！望圣上决断。这士气基本恢复，准备工作已基本完成。
明日同萧天佐之战必能获胜。各位要知道。穆桂英接旨。穆桂英接旨。臣接旨。兵败利弊决战，令穆桂英休养兵马，总结经验，并任命佘赛花、杨延昭为副帅，共商用兵之道，钦此。臣杨延昭接旨谢恩。穆桂英，接旨吧。穆桂英，接旨啊！来，都起来吧。起来！桂英，元帅，元帅。穆桂英，奴才代圣上传旨，看你的意思，你是要抗旨啊？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元帅，三关抗旨，罪莫大焉，万万不可。烦劳公公回去禀告圣上，此时免战，大灭我军威。萧天佐趁势攻城，我军将更加被动。大战已定，无法更改。你，彩云在，福公公下去好好歇歇。是，桂英，请。穆桂英，公公，你这是抗旨，穆桂英。桂英，穆元帅。决战已定，不战即败。决战已定，不战即败。穆桂英自以为胸有成竹，本帅当然不会按照他的思路行棋。本帅明日不在草原与他决战，而在三关之下与他决战。迎兵，快上！快！下边的上来！萧天佐果真老辣，他在城下布阵，不但在气势上占了上风，而且不利于我军出城。最重要的是，一旦我军失利，他就能顺势攻城。穆元帅，难道我们真的不出战了吗？本帅既已下了战书，当然要战。萧天佐兵临城下，我们的大军出不了城。大军出不了，可派小部队，只要扰乱了他们的阵法，大军就可趁势攻击了。天门阵是最险恶难破的阵法，看来这萧天佐要施展出全身解数了。杨延德将军听令。穆元帅，本帅令你率一队人马冲入阵中，用你的降龙木杀败左翼黑龙。得令。杨宗保听令。穆元帅，本帅令你率一队人马冲入阵中，杀败右翼白龙。
末将得令。撤！杨家叔侄已败我2将，本帅命令你们摆出太阴八卦阵，维持阵型，保护双龙峰，并将杨五郎、杨宗保包围活捉。遵命。没想到萧天佐的双龙阵已经如此成熟，瞬间就改变了周围的气场，迅速造出了双龙峰。他还结合了太阴八卦阵，不仅引发壮大，还迅速扼杀了我军前锋。如此玄妙的布阵方法，老身活了这么多年，还是头一次见到啊！这萧天佐，真乃统军之旷世奇才呀！双龙阵确实厉害，所到之处无坚不摧，而且若前锋被歼，后续之兵必然溃散。萧元帅的天门阵果真变化无穷，杨五郎和杨宗保已经被紧紧锁住了。待穆桂英破阵了，他必定会派兵协助先锋部队突围。你率兵堵住缺口，防备他们冲出重围，冲入阵中。只需坚持半炷香的时间，杨五郎、杨宗保必将被擒。杨延昭将军听令，末将在。本帅命你率人马从两侧迂回攻击。得令。铁门金锁阵，娘，没想到萧天佐阵法用得这么活，3转2转就把宗保和五郎他们围在了阵中。穆元帅，快领我们前去救援吧，否则他们就危在旦夕了。穆元帅，您快下令吧！这铁门金锁阵最大的特点，就是看似有门，其实无门。你冲进一道门，还有无数门。一旦冲进去，便很难脱身。穆元帅，
那您说我们该怎么办？宗宝，你再坚持一下。当家！阵型变了！是啊。将士们，全军出击，一举拿下宋城！大娘、三娘，听令！穆元帅，你们率一队人马，将降龙木显露在辽军阵前。遵命。那是什么？是啊，什么呀？这穆桂英又在耍什么花招？那只是降龙木，是宋军的一块小木而已。进攻！七娘八妹赵飞、孟良交战。顾元帅，元帅，将士们可涂好了这防蜡的草药了？涂抹完毕，完毕。好。降龙木。进攻！给我进攻！卫领将战！彩云听令。穆元帅，你告诉城楼上的姑娘们，别玩了，该干活了。遵命。告诉所有女兵快点。好。姐妹们，看咱们的了！是啊，上！走，当官的就怕军不正，老百姓也怕官贪赃。官要小，怕大官；官要大了，怕皇上。皇上害怕阎王爷，阎王害怕张玉皇。大买卖就怕亏了本，小买卖就怕不开张。种田的就怕不下雨，唱戏的就怕倒了嗓，说快书的也有怕，就怕在嗓子眼里长褥疮。我要拉你的手嘞，我要推你的手进攻！给我进攻！现在到了最后的一搏了，
能否让大宋的黎民百姓听到我们胜利的号角？能。那能否让大宋皇帝放出豪言，谁说女子不如男呐？能。那能否让我这府中的孩子落地的时候哭得最响啊？穆元帅，快下命令吧，不然我就该哭了。好，地道出击，等我号令。遵命。进攻！快进攻！快进攻！上朝了！萧天佐中箭身亡！萧天佐中箭身亡！站住，别动，保持队形！萧天佐中箭身亡！穆元帅，我已射中哮天佐。好，萧天佐中箭身亡！遵命。遵命。
和排风也率女兵前去追杀。收兵！收兵！穆元帅，趁机追杀，全歼辽兵啊！收兵！穆元帅，穆元帅，收兵！行了行了，鸣炮收兵。遵命。各位将领兄弟们，我们已经收回了失去的土地跟城池，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吗？进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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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班师回朝。穆元帅，为什么不打了？我们士气正高呢。对呀，我们士气正高呢。放他辽军一马。我已给辽军写了书信一封，希望狼烟不再起，两军不再战。当然，这是征战大计，应由大宋皇帝跟辽主萧太后商议后决定。我只是想，这两地的百姓不再受这战乱之苦，望你等能体恤本帅之心意。元帅，那萧太后，她能答应吗？他一定会答应。愿宋辽永无战事，和睦相处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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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欢迎穆元帅凯旋而归呀！谢八王爷。好，请进城。这。叩见圣上！圣上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
众爱卿平身。谢圣上。圣上，请上座。好。没想到这么快就大破辽军，班师回朝了。这都是因为拜了一位智勇双全的元帅，还是圣上圣明啊！圣上圣明。朕今天高兴，非常的高兴，击败了辽军，收复了失地，众爱卿无一人殉职。朕在此要为全体将士予以褒奖。谢圣上。佘老太君，微臣在。您率天波府人上阵御辽，是破辽的功臣呐。朕封你为护国夫人。谢圣上。免礼免礼。严昭，微臣在。你此役率领众将士骁勇善战，立下了汗马功劳，为全军将士做出了榜样。朕要赏你黄金1000两，白银1万两。谢圣上。杨宗保，末将在。你冲锋陷阵，屡建奇功，朕封你为左骑将军。谢圣上。杨家部将和赵飞作战英勇，都建立了卓越的功勋。朕要对你们逐一重赏。谢圣上。今日是庆祝之日，也是算账之时。穆桂英，你身背重罪，你可知罪啊？穆桂英无罪，自然不知了。你不知，且听朕列举你3大罪状。其一，对当今圣上不行跪拜之礼，乃大不敬，按律当斩。其二，与你父亲固守匪寨，与朝廷违抗，按罪当剐。其三，抗旨不遵，违令出兵，按律当诛。圣上，穆桂英虽然有罪，可他击退了辽军，功不可没。圣上，孙喜桂英之罪，就是老身之罪。老身管教不严，老身愿替孙喜桂英顶罪。圣上，罪臣杨延昭和天波府的人为穆桂英求情。免。当然了，此役穆桂英也算是战功卓著。其一，你率众兵将击退了辽军，收复了城池和失地，也算是功劳之伟啊。其二，你用真情打动了萧太后，她主动退兵，还捎信给朕，同意共修盟友之义，让辽宋永无战事。你的远见着实值得百官效仿啊！其三，你挖出了王庆龙等人，为大宋除去了祸害，也是功莫大焉呐。但是，我大宋从来是赏罚分明，功不能抵过。来人，有。拔取穆桂英的战袍，带以受刑。干什么？为何献甲？大宋律明示，元帅受刑可以战袍替代。
快快把他脱下来，快！傻孩子，这是让铠甲带你受刑。啊！来，快点，快点！哎，看什么看？去！哈哈哈哈哈哈！穆桂英啊，你的战役证明了你的确是个千载难逢的帅才啊！真要好好的奖赏你。桂英啊，你还不赶紧给圣上行跪拜之礼？谢圣上。你不给朕跪拜，朕还真不怪你。朕只是希望你父亲穆羽可以归顺朝廷。朕知道你做不了你父亲的主，回去捎个话，如果他能归顺朝廷，今天所述你3大罪状一笔勾销。是，有空一定转达。如果你爹归顺了，你是不是就给朕跪下了啊？这鸡蛋还没出来呢，您就想着扶小鸡儿的事儿了。此事日后再议。也罢，众将官听旨，自今往后，为穆桂英大唐之上，可以不对朕行跪拜之礼。圣上，谢圣上。穆元帅还有什么要求啊？请求圣上赐桂英点吃的吧。什么意思？孩子饿了。众将官，朕已备好了酒席。穆元帅，请。是。哎，桂英，不得无礼，圣上走前面。哎呀，爹，圣上刚才说什么来着？桂英先请。圣上，有穆桂英护驾，您就可以高枕无忧了。啊，是的，是。走吧，走。哎。